大家好，我是华英，欢迎来到客家禅修林。许多人说多杰兄登信众接受中国政府的资助，针对这个说法，我不同意。污蔑多杰兄登信众接受中国政府的资助，目的是为了转移众人的焦点，企图让多杰兄登人成为藏人行政中央60年来没有达到任何成就的代罪羔羊。藏人行政中央十分清楚，硬是说多杰兄登人接受中国政府的资助，很轻易就能挑起西藏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政府的负面情绪，如此就能借此制造藏人和多杰兄登人之间的对立情绪，进而让多杰兄登人成为西藏人的公敌，人人可讨伐。事实是，他们这样做只会加剧跟中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和不安。这样做不止没有表现出任何诚意，对跟北京之间的对谈也毫无帮助，同时也跟达赖尊者想要让西藏成为自治区以及中国的一部分的心愿背道而驰。解铃还须系铃人。藏人行政中央只要立即解除20年前颁布的多杰兄登禁令，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此做不仅能化解中国人和西藏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同时也能修补西藏社区之间的分裂。与此同时，达赖尊者想要回到中国的心愿也能早日实现。大家试想一想，世界有哪个难民在流落他乡60年后，仍然是难民的身份？谢谢大家的收看。